好不好？因为现在夜店嘛，练到鼓手，然后跳舞啊，我就偷偷放这首，这首要收在专辑里面的一首歌。真的假的？今天就大家就你们听听看好不好？听看，听了再买，好不好？听了再买，我的发型都变了耶。在夜店太久了，发型会变，是吧？呼吸一下，稍微练一下。好，带来这首歌夜店版本的《信狗》。好啊，灯可以慢慢的按。哇！准备好了没有？是，跳起来！摇摆摇摆，免得尴尬。还紧张。摇摆。